係咁，你哋將啲功夫傳俾我，等我成為絕世高手，為佢哋報仇。要成為絕世高手，並非一朝一夕，除非係天生武學奇才。但係呢種人係萬中無一嘅。能夠捱到而家，簡直係奇蹟。用藥應該可以幫到。藥只不過係輔助，關鍵藥本身嘅本質，全身骨節經脈盡除，唔死不特止，仲喺咁短時間自動復原。好多我嘅前世間接打到嘅人都將佢全能逼晒出去。我哋應該一早就，佢就係萬中無一嘅絕世高手。